风情 Learn about another voice and culture of Taiwan with We Love Hakka. 让我们来听听客家和世界上的节庆会碰撞出什么有趣的火花。Hey, what's up? It's time for the World of Hakka here on ICRT. I am Joseph Lin. And did you know, this month on the 1st of October, it's International Coffee Day. I know because I'm a coffee lover and I gotta have my coffee every day. And I wonder if our co-host knows about this too. So please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It is Puppy. Hello. 你喜欢喝咖啡吗？我其实完全不能喝咖啡。真的哦？你是喝茶系列的吗？还是这个也不喝？我只喝开水。哎呦 I love coffee so much. 你知道便利商店只要买1送1，买3送3，我一定会赶快囤货。你也知道，对。问你一个，考验一下好了，你觉得啦，第一次举办国际咖啡日会是在哪一个国家？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完全不喝咖啡。咖啡最红的地方、最重视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呗，对不对？浓缩咖啡，对的起源地了哦。那这几年来呢，也是全球呢一起共襄盛举4月1号。不过在台湾这边怎么样？云林古坑，我们那边的咖啡就非常知名了，对不对？真的，而且啊，根据农粮署的调查，其实在台湾生产咖啡的前10大县市里面呢，有一半是位于客家聚落。真的假的？没错哦。比如有哪些地区呢？像是南投的国姓乡啊，然后嘉义的红毛皮、美山乡，跟台南东山乡跟苗栗泰安这些地方哦。原来如此，哎，这很酷哎。那听说啦，台湾有这种天价型的咖啡豆出现哦，对，不是我们一般人买得起的。没错，就是听说有那种每公斤超过3万元台币售出的咖啡，所以他们还被称为新台湾黑金。哎，真的，而且据说很多咖啡豆啊，在国际咖啡品质协会上都得到85分以上的高分，哎，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像这些成绩都让台湾咖啡就以咖啡豆生产国登上世界版图，也变成一种台湾之光了。没错。好，那来教几个单词，包括这个咖啡 ，How do you say coffee？ 咖比，咖比。然后咖啡要喝冷的啦，或热的啦，教一下喽。冷的就是冷咖，冷咖；热的就是烧咖，烧咖就是烧的啦。OK， 烧的对。对，冷咖 is cold， 烧咖对，就烧的这样子。烧的，热的 OK， 烧的。That's hot。OK， 以及最后呢，我一开始其实有聊到这个买1送1啊，对不对？这客语有说法吗？哦，我们可以直接讲买1送1的话，就是买1送1，买1送1。对，但你也可以讲说半买半送，这样的话就是半买半送。半买半送。对，There you have it.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coffee culture here in Taiwan.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什么太港？俺子 say 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